Hello，大家好，我係 Alex。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最新嘅 Pineworks 嘅幣價走勢，同埋最新嘅一啲嘅消息嘅。首先同大家講一講 Pineworks 嘅最新幣價。今日係11月12號，目前嘅幣價為0.226蚊美元。喺琴日11月11號，Pineworks 曾經到達呢個嘅4小時200 EMA 0.236美元，上方嘅壓力位為0.23美元至0.288美元。如果 Pineworks 想要一波大嘅升幅嘅話，就必須企穩呢個嘅0.23美元，即係呢個日線20 EMA。我認為相反嘅話，會延續翻呢個嘅下跌趨勢，將會重新去測試呢個嘅0.19美元呢個嘅支撐位。好多人都諗唔到就係 Pineworks 居然可以幫人去跑 AI， 仲可以有新嘅獎勵。今次真係唔係講笑啊！0.5.4 upgrade 可以話係 Pineworks 史上最大嘅升級之一。會同大家分享有幾勁嘅。首先呢個 PineNote 就改咗名，正式升級叫 PineDesktop， 因為咧佢而家唔只得呢個 Note 嘅功能，仲包攬晒呢個礦機啊，再加 App Studio， 基本上係一個 Pi 生態嘅控制中心。功能升級有以下幾個重點嘅。修復咗一堆嘅 bug 啦，之前 Note 嘅掘礦獎勵出唔到，更新有自動錯，啟動 Block Container 又卡，而家全部搞掂晒，穩定度又提升。第二樣嘢就係新嘅 POC 驗證系統，呢個就非常之正啦。Note 就自動追蹤開放呢個嘅 POC， 確保你嘅 Note 係安全同合格嘅，而且仲關係到你之後嘅 Note 獎勵計算。第三樣嘢就係外部連結正常開啟，以前撳呢個外部連結成日都彈唔開，而家就搞掂晒啦。無論係睇官方 blog、App Studio 嘅教學，大家都可以直接喺 PineDesktop 入面打開，唔使 copy link 到呢個 browser。講埋 App Studio 啦，今次就真係 user friendly 咗好多。而家佢擺咗喺主導航欄隔離，唔需要再去 utility 底層揾到眼都花埋。仲有上次啲人話 App Preview 睇唔到，今次就 fix 咗啦。而且連埋呢個開發同埋部署嘅體驗更加順暢。即係話到以後想用呢個 Pi 去開發應用，或者可以試下用呢個 App Studio 去探索呢個 Pi 生態。呢個版本真係 friendly 咗啦，唔單止 Pioneer 用戶都受惠。不過最爆就係 Pineworks 最近測試緊一個同 OpenMind 合作嘅項目，用全球嘅 PineNote 網絡去試下做呢個分散式 AI 訓練，等大家部電腦一齊幫手運算 AI 任務。未來個獎勵系統點樣派？官方話之後會出報告。PineNote 0.5.4 呢次嘅 upgrade 都係幾實在嘅，穩定咗啦，智能咗啦，方便咗，仲加咗啲 AI 元素，可以話 Pineworks 由呢個 Web3 度走向呢個 AI computing。如果中意條片，記得 CLS、comment、like、share。歡迎留言話俾我聽你想知道嘅內容。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